们两个小瘪犊子，翅膀长硬了是吗？你们知不知道开除我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开除了一个只会吃闲饭的烂东西。陆源，我们是来通知你，不是来看你耍威风。我是公司的核心骨干，想开除我？师傅，现在整个飓风集团都在我们掌控之中了，裁掉你只是开始而已。没错，公司那些像你一样的老东西早就该滚，你只是我们拿来祭旗罢了。好啊，你们早就预谋好了是吧？哎，谈一谈我的补偿吧。补偿？陆远，这些都是你在职期间贪污、挪用公款和吃回扣的证据。你现在主动离职，我们可以不予追究，否则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混账！这都是你们干的好事，我当年只是帮你们顶雷的。师傅，求求您帮帮我，我再也不敢吃回扣了。我不想被公司开除。混账！吃回扣还有理了？说吧，拿了多少20万。师傅，求求您帮帮我，我老婆快生了，我不能出事啊！师傅，求求您帮我们这次吧，只要您能帮我们度过这次难关，以后您就是我们的亲生父母。这20万我会补给公司，回头公司询问你们的时候，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。真的吗，师傅？那师傅您扛得住吗？我是公司的老人，公司一半的业务还得依靠我，只要我去诚恳道歉，补上损失，老板应该不会深究我。师傅，当年你可是亲自道了歉，写了检讨，交了罚款的。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但公司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追责的权利。你白眼狼，白眼狼，一群白眼狼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你滚！叶总，福布斯刚刚发布您登顶全球富豪榜，恭喜您成为新的投资之王。我还差得远呢，在我心中，一直有一座永远无法逾越的大山。叶总，您说的是您的师傅陆源吗？是啊。可他未必有您说的那么厉害，他现在都被飓风开除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师傅被开除？谁这么大的胆子？是他的2个徒弟举报的，说是挪用公款、吃回扣。如果飓风追究的话，他可能10年起步。我师傅挪用公款、吃回扣，可笑！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冷静一下，大家冷静一下！还钱！叶总，公司账上已经1分钱都没有了，但我们还差1000万的工人工资，您快想想办法吧。我的房子卖了吗？已经卖了。车呢？也已经卖了。师傅，能借我1000万给工人发个工资吗？叶启轩，你当初背叛师傅，自立门户，现在还有脸问师傅借钱？燕启轩，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？你错在太年轻气盛，刚学会走路
就妄想翱翔蓝天。师傅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，不年轻气盛，那还叫年轻人吗？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年轻气盛，害了多少人？赶紧还钱！叶总来了，别躲在里面不出来！叶总，我知道公司破产了，但是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全家还指望着公司生活。求求你，叶总，你想个办法吧。是啊，叶总，我们可是跟着你一起创业的，您可不能不管我们呀！就是啊，你不能不管啊！这都没钱吃饭。看到了吧，他们都是被你的年轻气盛所害的。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对这些选择相信你的员工们磕头认错，磕完了，我就给你1000万。叶启轩因为经营不当，导致大家失业，那是他的责任。但是，我是他的师傅，别人不管他，我管。欠大家的工资我替他发，1分钱都不会少。师傅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发工资！谢谢师傅。当年是师傅掏光了积蓄，甚至背上了巨额债，才为我凑齐了那1000万。青鸾，立刻给飓风安排一笔10个亿的投资，条件是投资会上，我师傅必须到场。我要让师傅成为叶氏集团的总裁。是叶总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嗯。赵总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陆源那个老东西已经被我们开除了。老板，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恨我们呀？不过很快你就能解脱了。等我们彻底接手飓风集团，你就可以去死了。谁能想到，一手创建飓风集团的2个风云人，一个被开除了，一个成了半植物人，真是老天眷顾我们呐！啊！老公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我没事儿，老婆，刚刚只是有点走神了。爸妈，你们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是我奥数比赛的荣誉证书。太好了，我们家甜甜太棒了。对了，爸，我明天就开学了，你别忘了按老师交的给我缴学费。啊，好。那这学期要交多少学费啊？高3这个学期的学费是15000，但是啊，我们老师说，只要我这个学期稳定发挥，将来啊上重点大学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的。给你妈削个苹果。好。老婆，我出去一下。妈，我来削。陆先生。护士小姐，什么事情？您妻子住院，账户上的钱已经不够了，麻烦您尽快缴费。啊，好。那个，交多少合适啊？您太太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估计保守需要300万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当年为了给小轩凑齐1000万，不仅把我20年的积蓄掏光了，还欠下巨额债。如今债我好不容易还完，我又被开除，我剩下存着300万，还有女儿的学费。网传投资之王叶启轩明日回国，或将掀起金融风暴。你说什么？大师兄要回国了，还要给我们投资10个亿？是的，大师兄点名要跟咱们飓风一块合作，这可是咱们进军国际市场的好机会。只是有一点很奇怪，他点名陆源那个老东西必须到场。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？你忘了大师兄第一次创业失败的时候，陆源是怎么当众羞辱大师兄的？大师兄如此点名陆源，肯定是为了报当年的羞辱之仇。对啊，大师兄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当年却被那么羞辱，他肯定憋着一口气。顾总，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？王成，马上去查一下陆源那个老东西最近在干嘛。我们要替大师兄好好招待招待他。王助理，我们知道你一直跟着那个老东西做事，可是他现在已经走了。我们之所以留着你呢，那是因为你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。你刚买的房子贷款还没还呢吧？顾总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调查。抱歉，虽然你履历很好，但我们公司更倾向00后，您去别家看看吧。哎，这不陆先生吗？太巧了，我刚回国就碰到你，正好有些事情向你请教一下。走到我楼上喝个茶，好好的叙叙。陈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父亲还有点事，着急过去，您先忙，下次啊。陆先生，陆先生。喂，是608的住户陆先生吗？哎，是我。你这个月的物业费已经超过缴纳期限3天了，麻烦你尽快缴一下。我知道，你听我解释一下。罗先生，我不想听你解释。您能在问？您好，我上周来贵公司面试了，投资业务员的岗位，我想问一下你们意下如何？抱歉，陆先生，你没有通过我们公司的面试，您的年龄超过了我们公司的限制。可是我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。不好意思。以前你在圈子里风光无两，难道如今只能拉下这张老脸，求之前的老才能讨口饭吃？不，求人不如求己。对，可以。对不起。之前跟你说那个事儿，你记住了吧？这个月尽量送到1000单吧。您好，请问你们这里还招人吗？上了年纪的男人，不好意思，电梯在哪里？不得不由谢谢。得稳重。可是谁等一下不了解我？麻烦让我进去一下。说话，没听见超速了？滚！超时。聚散困在其中，总有太多男人的痛，男人的痛，男人说的话放在心中，矛盾的怕被人。你好，外卖。有渴望谁懂？坚强是可以整理。你想干啥？我。您的外卖都几点了？超时了，知道不？不好意思，刚才路上有点堵车。想磕死我？滚！被生活触碰，偷偷醉过一场，匆匆醒来，和明天相逢。再来一单，小婷的学费就够了。听你的学费还差5000，
那就这单就够。来，站那儿。哟，这不是咱们集团的陆总吗？怎么开始送上外卖了？我现在不是不在集团工作了吗？那个，我快超时了，我先送单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坐电梯。你什么档次？你还坐电梯？我不坐电梯，我怎么上去？你第一次来公司啊？不知道那有楼梯吗？自己爬上去。这个单是30楼啊，我爬上去就超时了。愿爬就爬，不爬就滚。好，我爬。好久不见啊，王总，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合作。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来！大家快看呐，这是我师傅！师傅，你来的真是时候呀！有人给我们集团投了10个亿，你说可喜不可喜啊？可喜，可喜。那个明川啊，顾总，我还有单子要送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师傅，别急着走啊，这大喜的日子，喝一杯。是啊，师傅，这飓风集团也曾注入了您的心血，如今就要一飞冲天，你怎么能不在呢？明总，顾总，我现在只是个送外卖的，我老婆还在医院等着我呢，我就不留了吧。哎，师傅，师娘还没出院呢，您这工资能付得起医药费吗？这样，我帮你现场募捐一下。来，我先来，我给师傅随上300，这应该够师傅跑10几单的工资了吧？这叫知恩图报。啊，师妹，你这就有点小气了。我捐500。我也来，我也来。哎，我也给陆总随200。哎，我给你个面子，我也捐。师傅，你看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，这么一会儿就给你捐了10万。来，快拿着。不，我不能要。师傅，这就是你的不对。工作是工作，人情是人情。虽然说你被公司开除了，但这都是大家的一片好心。你不要，这不让大家寒心吗？没错呀，就是呀，寒心是啊，陆总，这10万块钱你得跑多少单才能赚到？现在只用伸下手就行了，赶紧接着吧。师傅，你该不会是嫌少吧？那要不我再给你加100？不是的，不能要你们的钱。喂，你是陆小婷的家长吗？你怎么回事？陆小婷的学费怎么还不交啊？对不起啊，老师，我会交的。陆小婷的家长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可是私立贵族学校，每年升学率高达95%。你要是再不交学费，陆小婷的名额可有的是人想要。好的，老师，我知道了。你再给我点时间。我再给你最后1个小时，再交不上学费，你女儿就等着退学吧。好。师傅，你看看，你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你女儿学费还没交吧？这钱你当真不要？
哎，哎呀，师傅，你瞧我这记性，给忘了。你以前不是教过我们不能不劳而获吗？这钱你要是就这么拿走了，不违反你一直以来的几条吗？啊？师傅，咱也是师徒一场，我帮帮你。这样吧，师傅，你就抱着那个水桶跳起来，够这个箱子，够到，钱就是你的。徒弟够不够意思啊？跳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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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一个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师傅还不好意思了呢，啊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快过来帮我师傅！拿着。师傅，还愣着干什么呢？想想你的女儿，想想师娘，你只要跳一下，碰到这个箱子，你就能拿到钱了，还犹豫什么呢？陆源，这可是顾总他们的一番好意，你可不要辜负了。老陆啊，咱们曾经也是同事，你不会到现在还抹不开你那所谓的面子？面子，面子是几个钱？那箱子里的钱，他跑1年外卖都赚不到。哟，老陆还真要面子。不过老陆想好了，过了这村儿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陆小婷的家长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由于你恶意拖欠学费，你女儿已被学校开除了。赶紧来把她领走吧！不要，老师，千万不要开除婷婷，我有钱，我现在就去缴，请你不要开除婷婷好吗？现在缴就不仅仅是学费了，想让你女儿继续上学，必须缴纳3万块助学金。什么？老高，我缴，我现在就去缴。哎呀，好一点啊！我今天在这里招手了。我在喊叫啊！哎呀，好不拍！哎呀，大家快拍呀！这可是金融圈年度最佳喜剧啊！这老狗跳的比马戏团还要精彩，花10万块钱请大家看小丑表演，划算呢！起来呀，这是跳啊！副总，起来呀，快跳呀！真有福气啊！我不要了。哎，师傅，你看你怎么还急了呢？刚刚就跟你开个小玩笑。行了，不跟你闹了。现在你跪下，把这些钱捡起来，就都是你。来呀，捡啊！大家快拍啊！金融圈传奇陆总在线乞讨了。顾明川，你已经把我开除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折磨我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这个老东西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们是在帮你赚钱呢。不需要你们的施舍。陆先生，您妻子想放弃治疗，拔了输液管，坚持让我们停药，
现在赶紧过来一趟吧。什么？不要医生，千万不能停药啊！停药的话，我老婆会死的。医生，我求求你。陆先生，你已经欠了30万的医疗费了，后续还有300万的费用，我们很难办啊。医生，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马上就去交费。你千万不能停药，你答应我，我马上就会交的。真假的？真假的？真假的？你怎么有今天呀？这就对不起了，拍下来，拍下来。他过来捡吗？师傅。李岩，别走，求求我好，我老婆快没命。你也没想到会有今天吧？你现在的样子可真像一条狗啊！这些钱都是我的，我没有钱，我有钱，小弟不能退学，我老婆不能停药，这些钱都是我的，老婆，我没有钱。将来啊，上重点大学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我现在有很多钱，我到医院来救你。抱着你的钱去死吧！我看该死的人是你！来人！光天化日，你竟然敢偷钱！我没有偷钱，是他们给我的。放屁！你一个送外卖，他们怎么可能给你这么多钱啊？是啊，师傅，我们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你钱了？这些钱都是你手脚不干净自己偷来的。你们看见我给钱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顾明川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你这样逼我！师傅，你可千万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我陆源行事光明磊落，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？他为什么要害我？师傅，这个人你也认识，他就是你曾经的好徒弟，我们的大师兄叶启轩，叶总。什么？启轩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为什么要害我？陆源，当年你当着众人的面逼着他下跪，让他百般受辱，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全球的投资之王。当年他受过的侮辱，如今要你百倍偿付。这场投资盛宴也是大师兄安排的，这10个亿也是大师兄投的，但是大师兄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得来。哎呦，师傅呀，你做好准备该怎么面对大师兄了吗？当年你嗤之以鼻教训的人，现在成为了你仰慕的对象，这种感觉不好受吧？行了，别跟他废话，大师兄马上就来了，赶紧让他跪好，准备好迎接大师兄。欢迎叶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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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师傅，师傅，大师兄，你是不是打错人了？你一个打这个老东西啊！我打的就是你们这2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这是你们的师傅，你们怎敢如此待人？大师兄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给了我们飓风10个亿的合同，点名道姓让这个老家伙来，不就是为了报当年之仇吗？我们都是为了你啊！我打的就是这2个白眼，自己心胸狭隘，就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们一样。师傅栽培你们这么多年，你们却过河拆桥的将他赶出公司。我给的这10个亿，普天之下只有师傅配拥有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师傅，对不起，让您受委屈了。
齐轩，你小子还算有良心，师父当年没有白疼你。师父，这2个白眼狼理解不了你，但我从未忘记你对我的恩情。您给我上的最后一堂课，我时刻铭记在心，从不敢忘。我还以为这2个是攀上了叶氏的高枝，原来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。什么？得罪了叶氏的掌门人，我看他们2个在商界撑不下去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大师兄，你高抬贵手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大师兄，我们真的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吧。况且我们也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向我表忠，就这么羞辱师父？今天你们该求的不是我。师父，我错了，刚刚是我鬼迷心窍，你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师父，我们真的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道歉就该有道歉的态度，跪下。师父，我错了，求你看在我们之前师徒情谊的份上，饶我们这回吧。师父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真的再也不敢了。怎么，现在又知道叫我师父？在逼我下跪的时候，怎么又忘了我是你们的师父？师父，我们刚刚也是被祝由蒙了心啊，所以我掏心掏肺的培养你们，你们却在这里算计挖苦我。我陆远没有你们这样的徒弟。师父，那这2个畜生该怎么处理啊？师父，我们真的错了，都是我们的错。我连夜对天发誓，以后要是再敢对您不敬的话，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这张臭嘴，该打！师父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把你当亲爹一样供着，你就饶我们这一回吧。师父，我们真的错了，求您给我们一条活路吧。以后您让我们往东，我们绝对不敢往西。大师兄，求你帮我们说句话吧，大师兄。帮你说话。当年在你们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师父手把手教会你们吃饭的本事。如今你们这么恩将仇报，还有脸求饶？叶总，不好了，8大财团同时对集团发起金融狙击，股价暴跌40%，资金链快撑不住了。董事会要您立即回去主持大局。查清楚了是谁在操控这一切了？正在查，但还没有消息。叶启轩，本来以为你还挺有本事的，合着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懂虚惊一场。真是天道好轮回啊！这报应来的也太快了。叶启轩，你完蛋！启轩，公司的事情重要，还是先回去处理吧。我陪你一起。师父，有您在的话，我就安心了。叶启轩，你干嘛？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想对我们动手？今天因为公司的事情，就暂时让你们逃过一劫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们干嘛？叶启轩、陆源，我早晚让你们付出代价！赵总，对方来势汹汹啊！启轩，把你的资金盘调出来，我看看。好的。这攻击的数据和手法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攻击你们的是谁？刚刚查出来，师傅，是恢宏财团。之前的收购战，我让他损失了50个亿，所以现在他联合其他几家来进行伏击了。啊！原来是他！废物！你们2个废物！这点事都办不好。赵总，这纯属是个意外，你听我解释。不想听你们的理由，我只要结果。你们2个蠢货，竟然被叶启轩打成了猪头，白白毁掉了我这么久的布局。只要你能够拿下叶启轩那10个亿的资金，我就能让叶氏出现缺口，我就可以一举攻破他。赵总，这次真的是个意外。谁知道叶启轩那小子那么念及旧情，为了那个老东西居然……闭嘴！不要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别人身上。
是，赵总教训的是。不过赵总，虽然我们拖住了叶启轩，但那小子之前用了3天就反杀对家做空，邪性的很。你就这么有把握对付他？有那个人的方案，区叶启轩不过是我的垫脚石。陆先生，像您这样的操盘天才，应该找一位门当户对的女人做妻子，比如像我这样有学识、有能力又有手段的女人。干嘛要找一个乡村野妇呢？住口！赵小姐，阿福是我的妻子，请你尊重她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，我们只是投资与被投资者之间的关系，请你出去吧。陆先生，我能有今天的一切，都是出于您的帮助与支持。只要我们关系能进一步，就能够联手达到巅峰。陆先生，不要抛下我好不好？要不然我今天努力的一切就会成为泡影。赵小姐，如果你只是担心你的公司，我可以给你一份方案。以你的悟性，只要你按照方案进行，保证在20年内，你就有站在世界金融之巅的底气。但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扰我，我不希望我的妻子误会。陆远，我只用了10年，就达到了你曾经对我的预期高度，可为什么这么多年，你一直躲着我？你就这么怕见到我吗？赵总，您在听吗？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赵总，不必担心，这次计划虽然失败了，但并不影响大局。接下来，按照我说的做。陆先生，你妻子虽然用药了，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，肝肾功能急剧恶化，必须马上动手术。手术前后100万，你赶紧去准备一下吧。师傅，钱的事儿您不用担心，我这就去给你取。叶总，现在您账户的钱都被套牢了，动用不了。没事儿，我不是还有套别墅，卖了应该能值几百万吧？叶总，现在公司情况危急，那房子可是您最后的资产了。你记住，师傅对我恩重如山，就算我一无所有，我也不能看着师娘出半分问题。赶紧去银行抵押那套房产。是，叶总，我这就去。这别墅真不错呀，唉，可惜了，就这么给封了。没事，等咱们帮赵总啃下了叶启轩那块肥肉，什么豪宅别墅，不都是手到擒来吗？也是，我得赶紧给赵总汇报一下。喂，赵总，您交代的事我们都办妥了，还是您深谋远虑啊。这叶启轩这房子抵押了能值不少钱呢。是呀，现在这个房子已经被查封了，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看叶启轩那个混蛋还怎么嚣张。赵总，虽然说咱们查封了叶启轩的房产，但他毕竟是新进的投资之王，免不得有什么隐藏手段。咱要不再准备准备其他手段？叶启轩不过投机取巧而已，侥幸赢了我一次。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个人，没有人可以赢我。那个人，赵总，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他是我见过这个世界上最卓越的投资人，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离不开他曾经对我的帮助。好了，你们不用打听他了，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引荐你们认识。你们守好这里，我马上就到。好。哎，赵总要亲自出马，这是准备收网了。等叶启轩他们走投无路，还不得哭着爬过来求我们？说曹操，曹操到了，这不送上门来了吗？哟，总算来了，我们等了好久了。你们两个白眼狼，在这儿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，叶总？我们在查封你房产呢。你们不是公务人员，有什么权利查封他的房子？赵总说了，叶启轩这房子
涉嫌非法交易，所以我们就稍稍举报了一下，没想到就给封了。陆源，你要是不服，你就去申诉啊！不过等流程走完，叶氏和你老婆怕是早就凉了。你们两个风风火火的跑过来，不会真的想把这个房子卖了救命吧？可惜了，这个房子已经被查封了，你们没钱了。怎么办呀，叶启轩？现在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师娘去死了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想怎么样，你一会儿就知道。不过现在要是不想看着你师娘死的话，就给我跪下！顾明川，你怎样对我都可以，但这是我们师傅，我请你们尊重点。哟，还真是师徒情深呢。不过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现在主动权可在我们手上，你有的选。师傅对我们恩重如山，你们现在这样做，真是一点脸都不要吗？脸？这个世界上钱才是脸，懂吗？没错，只要有钱才能成为人上人，这脸不要也罢。更何况，只有胜利者才配书写历史。叶启轩，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说不定还能放你，没准儿还能在赵总面前给你说两句好话呢。让我给你们跪下，嘿，不愿意。那你看看，这是谁呀？雨婷，雨婷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顾明川，祸不及妻儿，你放了他。叶启轩，你搞清楚现在的状况，现在是你在求我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浩然？启轩，他们这是在逼你，你不要忍，忍了就再也翻不了身了，不要听他们的。你骨头倒是挺硬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你别动他，跪下！不跪。叶启轩，你也有今天呐！啊！之前你让我下跪求饶，现在跪下的是你。没错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你不是扬言说要让我们在商界混不下去吗？怎么怂了？你再继续嚣张呀！我劝你适可而止。老东西，只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看什么？跪呀！启轩，不要说话呀！你哑巴了？不是你说的吗？道歉就要有道歉的态度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求你们了。放了他吧！之前装什么重情重义？就你懂得感恩是吧？现在你老婆跟你师娘都在我们手里，你还不得乖乖认错，让我们放过她？陆源，最大的靠山都倒了，你还不赶紧跪下！顾明川，当年要是没有师傅对你的提醒，你现在还在底层挣扎呢。你现在这么对他，你的良心真的被狗吃了吗？齐轩，不用跟他们废话，他们两个就是个畜生，怎么会懂得感恩的道理？好大的脾气啊，陆源！你还真当自己是师傅？之前你让我们两个给你赚钱，不过是提高你身价罢了。叫你一声师傅，是看得起你。现在你配吗？就是，公司那2年出色的投资，哪个不是我们两个拼死拼活拉过来的？你这个老东西，除了会摆师傅的架子，还会什么？没有我们，陆源在飓风集团狗屁都不是。要感恩也得是你感恩我们。没有我帮你们运筹帷幄，没有我为你们保驾护航，你以为自己就能谈下那些投资吗？我看你们连门槛都进不去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拜托你认清现在的局势。陆先生，你妻子的病情已经不能再拖了，已经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期。如果在1个小时内还不能手术的话，就算是到了极限了。陆源，你有时间在这里跟我们费口舌，还不如赶紧去医院看看我们的好师娘，说不定还能听见她的遗言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不去伤害她！跪下，求我们呢？只要你跪下，说不定我们就善心大发。
好，我跪下，我认输，求你们高抬贵手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要了我这条老命也可以。可是你师娘她身体弱，经不起折腾，我求求你们了。看看你们的样子，之前不是还很硬气吗？现在知道谁才是主子了吧？师傅，我记得你以前教过我们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靠山山倒，靠水水流的道理，你不会不懂啊？现在你最大的靠山叶启轩已经倒了。孔明川，你提的要求，我们都满足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放了他们吧。哎，那可不行，刚才只是个小小的教训。我要你现在立刻把叶氏资金盘里的资金撤出来，否则他们还是得死。孔明川，你别得寸进尺！哼，结了，我好怕呀！你要干什么？那你就看着你女人受苦吧！启轩，不要欠，公司重要，就算你欠了，他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这女人话真多，是时候让你受点苦了。放他，别碰她！叶启轩，怎么样？看你女人受辱的滋味不好受。告诉你，这他妈都是你自找的。就你高尚，就你知道知恩图报，我们都是小人，都是白眼狼。你之前打压我们那个狠劲儿，你再继续叫啊！你们放了他，有什么事儿冲我来。到现在还逞强呢，老子现在就要看看你的女人到底有多准！不要！不答应！不答应！早这样不完了吗？非得逼老子上这手段！秦雪，不能签！一旦签字撤资，我们叶氏就完全毁了，你这辈子都没有办法翻身了。可是师傅，我们不能看着雨婷受辱啊！你告诉我，我能怎么办？你该怎么办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趁着这次机会，我会把你送进地狱。赵总，果然不出您所料，叶启轩这小子正盘算着变卖家产补充资金呢。您真是诸葛盖世，料事如神呢。还是我们赵总英明神武啊！先是断他资金链，然后封他房产，最后逼他撤资。您只略施小计，就让他们两个跪地求饶了。赵总，您看，我们已经把这个小子治得服服帖帖了，就等着您来发落了。这次我们没让您失望吧？这次你俩都没让我失望，算是有进步。叶启轩，刚刚新晋的投资之王，现在跪在我的面前，滋味如何？什么投资之王，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罢。不对，狗还会摇尾巴呢，他连狗都不如。是呀，赵总，您是没看见刚才他俩跪的有多快？他说：“哎呦，求求你了，放了我老婆吧！”笑死人了。叶启轩呀，叶启轩，在商界上你确实有些天赋，也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。但在这个世界上，能赢我的就一个人，可惜你还不及他的高度。赵千雪，原是你！你个老东西，你给我跪好了！赵总的名号你也配提？哎，自从15年前那位高人指点我以后，就没有人敢直呼我的名字，你是第一个。给我瞧瞧。赵千雪，我当年给你那份方案的时候，我就告诫过你，让你千万不要用它来走歪路。看来你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欲望。老东西，你找死！来，放开他。陆远，陆远，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赵清雪，请你自重，10年不见了，你今天就给我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啊！赵总，他就是被我们飓风开除那个老东西，你认识他？会长，
陆先生就是我口中的高人，你们竟敢如此待他！赵总，他就是一个什么事都干不成的老废物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这辈子就算认不出我爹妈，也不会认不出陆先生。你们这群混账东西，竟敢如此冒犯我的陆先生！给我跪下！陆远，这都是场误会。我要知道是你，我怎么舍得伤害你啊？赵小姐，我老婆还在医院等着做手术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叙旧。如果你还念及以前的情分，就请你不要再为难我。啊，好，我立马安排人给他做手术。快，给陆先生的妻子安排手术，安排人，快去！快！是，赵总。师傅，我一定给师娘马上安排最好的手术。您能不能大人有大量，饶过我们这次？你们做了这么多年，还妄想得到师傅的原谅？我们也不知道，赵总口中的高人就是师傅呀。我教了你们10几年，你们学会了我的投资本事，没有学会我一点做人的道理。可是我们，陆先生是你们的师傅，你们就给我听着受着，还敢顶嘴？给我张嘴！是。这个事虽然我不知情，但难辞其境，我愿意给你赔礼道歉。至于这2个混账东西，全权交给您处置。赵总，我们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，您不能过河拆桥啊！住口！谁让你听的？继续给我张嘴！陆先生，他们2个不过是2条狗而已，你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。您知道的，我一直都很崇拜你，我马上就要击败叶氏集团，登顶巅峰。我再次邀请您来我的集团，有什么要求您随便提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我甚至可以把我的公司都送给你。赵总，你可不能被他给骗了，他就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废物，根本就不值得你拉拢。是啊，这种一无所有的老东西，不配和赵总合作。住口！你们俩加起来都比不上陆先生一个指头，再多嘴，我让你们2个都消失。陆先生，刚刚我的提议怎么样？这10年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，我现在可以给你更多。赵小姐，我当年就已经拒绝过你，今天在这里，你也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。当年我给你的那份方案，是因为我曾经救过你，也看到了你在金融投资界的天赋，我不想你被埋没，但我也告诫过你，我不希望我的妻子误会。另外，我要提前告诫你，如果你想利用这份方案走上歪路，我会亲自出手解决你。陆远，这已经是你第3次拒绝我。第1次，你拒绝了我的爱情，选择了一个乡野村妇；第2次，拒绝了我的事业，选择帮助你的徒弟。那时我没有反驳的权利，但今天我到你们都无法企及的高度，你什么都没有，凭什么拒绝我？我拒绝你是因为观点不合，更是因为你不该起了对我不该有的念头，跟你现在处在什么地位没有任何关系。当初在你老婆和我之间，你选择你老婆，你说是年少相识，好，我认，我来晚了。可他呢？他叶启轩算什么东西？明明是我先遇见你的，不过是我的手下败将，他有什么资格做你的徒弟？陆远，这些年我一直记着你的恩情，但我和这个叶启轩之间是你不能调和，我和他之间你只能选一个。唉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赵千雪，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要不然你现在的行为会严重影响到国际金融安全，很可能造成千万人的血本无归。再这样下去，整个市场都会被你拖垮的。得饶人处且饶人吧，你不要忘了，你的方案出自我手，他有什么漏洞我一清二楚。你要么立刻收手，要么我会让你功亏一篑。陆远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我，你真的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吗？叶氏已经被我逼入绝境，如今还想保护他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当年我可以送你平步青云，现在我也可以让你万劫不复。我有没有这个本事？大可来试试。你，陆远，算你狠！陆远，看在当年的情谊上，
这套破房子就留给你老婆治病。但你记住，今天是你自己要跟我作对，从今以后咱俩一刀两断，我会亲手将你打败的。师傅，您真的有那份方案的漏洞吗？如果掌握漏洞，我们就有机会反败为胜了。漏洞确实存在，但想要解决漏洞，需要大量资金。以叶氏现在的情况，根本无法实现。没事儿，有机会就行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咱先不说这个，先去看看师娘吧。好，走。赵总，陆远那老东西不识抬举，你为什么放过他？那老东西当年教了我本事，也给了我足以颠覆世界的财富方案，现在还反制着一手。我不知道他手里拽着什么牌，怎么敢轻举妄动？你们是他的徒弟，最清楚他的做法，赶紧去查有什么漏洞。漏洞？真的有漏洞？我了解你，他说有漏洞，就不会空穴来风。你们赶紧去查，我也会加紧攻击叶氏，我一定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老公，老婆，你终于醒了。老公，齐轩那孩子为了咱们，把公司和自己的后路都搭进去了。咱们啊，不能没有良心，你得想办法救救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放心吧，你安心的养病，我会不遗余力的帮他渡过难关的。叶总，集团的股票又下跌了5个点，再这么下去，今天又要跌停，叶氏快要撑不住了。齐轩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师傅，您的这份方案简直无懈可击，我们根本找不到反制的方法。把操作权限给我，快把权限给师傅。成功了！周氏的攻击被挡住了。师傅，你也太厉害了！我们整个集团都没有找到赵氏攻击的漏洞，你轻而易举的就反制了。赵氏集团的攻击方案是我设计的，反制它并不难，但至少需要1个亿的资金。可现在叶氏没有这么庞大的资金支持啊，短时间之内根本凑不出这么多钱，难道就没别的办法吗？或许我还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进行募资，只要在3天内筹到1个亿，我就有信心翻盘。以您个人的名义募资，这风险会不会太大了？我们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陈总，感谢你的信任。罗先生，当年你一句话就给我投了100万，如今啊，正是我回报你的时候。你放心，1000万我马上给你打过去。太感谢了。赵总，找到陆源那老东西留的漏洞，只不过现在怕是有点晚了。怎么回事？赵总，我们估算过了，陆源那老东西要是想利用这个漏洞反击，至少需要1个亿。但是他现在正在利用自己在圈子里的影响力私募资金，恐怕现在已经凑齐了。还真让他找到，不能让他再扩大影响力，要尽快遏制。再发展下去，他会源源不断募集来不少的资金。赶紧去办。是，赵总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记得
你曾经是陆源的贴身助理，你应该清楚他不少情况吧？赵总，你想让我干什么？王成，我现在给你一个升官发财的机会，做好了，保你后半辈子荣华富贵。什么机会啊？顾总，你可要说话算话呀！去吧，做好了，不会亏待你的。叶总，陆先生的操作的确惊为天人啊！师傅的手段不是我们可以猜测的，不过这次叶氏的危机总算是度过去了。王成，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王成，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叶总，好久不见。叶叔叔，叶叔叔，是我。小婷，是小婷吗？她怎么跟你在一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那就得看叶总你怎么做了。我可提醒你啊，陆总只有一个女儿。启轩，现在叶氏的盘基本稳定下来了。但我们必须尽快筹集更多的资金，才能彻底的击垮赵氏。师傅，这一切交给你安排啊。我约了个投资人，我要去见他一下啊。青鸾，从现在开始，叶氏的所有资金由我调配。是，陆总。赵千雪，陆远，你不愧是我看上的人，这么快就筹到资金了。不过，你应该没跟你投资人说实话吧？你想干什么？陆远，你因为贪污被飓风开除，品行堪忧，道德败坏。我严重怀疑你募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诈骗。不错，我们今天来这儿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还给大家一个真相，拆穿你虚伪的面具。陆先生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能详细展开讲讲你被开除的原因吗？请问您筹集了多少钱？你打算贪用这笔钱跑路，还是弥补亏空呢？我没有贪污受贿，飓风的指控对我的污蔑，不过是他们想裁掉我编造的借口。污蔑？这可是实实在在的证据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还有讲吗？所谓的华尔街教父，不过是彻头彻尾的骗子。投资人的钱早就被你陆源师徒二人骗走了。陆源，你个骗子，竟然敢骗我！我不认识你，你也没有给过我1分钱，我怎么骗你了？怎么骗我？这是我刚刚投的100万账单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？你个骗子，给我还钱！陆总，赵氏集团真是欺人太甚，陆源也是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自己扛着。把我们集团所有的资金给我调集过来，支持老陆。陆先生现在有困难了，咱们可不能袖手旁观。陆先生有难，我必帮忙。支援陆先生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赵千雪，想拿这种手段来拖延我，除了这些阴谋诡计，你们还会点别的吗？陆源，商场如战场，不分好坏，只论输赢。赵千雪，阴谋诡计，打不倒我，有我在，你们休想击垮叶氏。叶氏就是一只被捏死的蝼蚁，你要有钱，我还拒你几分。可你现在有这个资本？你们控制舆论，就是想断我资金，逼我退出。我们已经筹资了8000万，这些钱足以将你们挡住。哎呀，8000万，好多呀，可惜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陆先生，钱没了，刚刚被叶总全部转走了。什么？我的好师傅，你可千万别怪大师兄，毕竟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。
王成，师傅待你不薄，你竟敢背叛他！叶总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啊！咱就别废话了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师傅募集的资金8000万，全部在这儿。赵千雪，你们竟然抓小婷来威胁我，卑鄙无耻！陆远，我说过，商场如战场，不论好坏，只论输赢。现在我已经击败你，我就要让你瞧瞧拒绝我的下场。师傅，现在一边是你的宝贝徒弟，一边是你的血脉至亲，选一个去死吧。这2个可都是你的心头肉，抛弃哪一个都会被怨恨的。钱我可以给你，但你必须放了小婷。不可以啊，齐轩，不要把钱给他们，他们都是一帮不讲信用的人，你给了他们也不会放过小婷的。他要是不给钱，小婷必死无疑。要赌吗？陆总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小婷哭成这样，你一点都不心疼？小婷，不要伤害她，不要伤害我的小婷。陆远，叶启轩不过是你的徒弟而已，无亲无故。可小婷不同，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，这个选择不难吧？继续。喂，师傅，我知道顾明川他们正在逼迫你，但你不用为难。我从小就是孤儿，当初要没您的话，我早就死了。您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，叶氏没了，我可以出去打工，钱没了，我可以再赚。但是小婷是您唯一的女儿，我一定不会让她出事的。继续。王成，从今往后，叶氏不再是你的威胁了，放了小婷吧。叶启轩，你果然好拿捏，这次人我就给你了，下次可要保护好了。师傅，你现在是真的一无所有，还能募集到这么多资金吗？啊！陆远，我还第一次见你这么狼狈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你越痛苦我就越高兴。老东西，你努力了这么多天，可结果还是被我们赵总轻易摧毁，这种滋味不好受吧？陆远，赶紧让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来支援你啊！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蝼蚁怎么撼动巨象。赵千雪，为什么这样逼我？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陆先生，老东西，敢对赵总动手，作死！陆远，我给过你选择的机会，你现在还想守护叶氏？你看看你现在，你叶氏全完了。如果你不是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我有很多方法对付你。可这世上没有人，现在是我击败了你，我还可以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。你和林福离婚，和叶启轩断绝一切的关系，和我联手，我可以放过你。怎样？不可能！不会抛弃自己的霸气，我更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。你还是这么顽固不化。既然你这么不识趣，那就等着受死吧。谁说他输了？他还有我。老婆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才刚做完手术。夫妻本为一体，我在新闻上看到你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能不来吗？我把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全都兑换成了现金，都给你。谢谢老婆。我要你赢了他，赢我？就这点钱，连浪花都献不起来。这世界上除了我，没人可以帮你。谁说没有人帮陆总啊？陆先生，我们王氏集团
携现金前来相助。也就这点钱，我赵氏随便加注就能让你们倾家荡产。那再找找我们吧。还有我们。陆先生，当年是你给了我们生存的希望，今天我们是报恩来了。陆先生，我是个教书的，工资不高，但文人要有骨气。对付国外资本，我掏出家底，也要贡献自己的力量。陈教授说的对，陆先生有难，华国金融有难，我们义不容辞。义不容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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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他们赶出去！把他们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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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赶出去！我陆源谢谢大家了。秦暖，我青年自荐，要干掉这帮杂碎。陆总，我们总共收到了20亿的资金，叶氏股票有救了。这帮穷鬼怎么筹到这么多资金呢？千人之心，汇聚千人之力，足以移山填海。赵千雪，你在商场上是有手段，但你不该小看人心。你们这些敲骨吸髓的外资财团，用卑鄙的手段摧毁了我们一家又一家的良心企业，还吸干华国百姓的血，还嫌我们骨瘦如柴。你们眼里只有钱，在我们背后站着千千万万被你们压榨的同胞。就是，这20亿是万千百姓辛苦一砖一瓦垒起来的。要想摧毁华国的市场，首先要看我们答应不答应。一帮蝼蚁，以为这样就能挽回叶氏？给我全力攻击叶氏！我要彻底摧毁他们！是。这投入至少也有10个亿了，但竟然只能勉强对抗。这赵氏集团的实力确实如此的恐怖啊！陆源，收手吧，跟我斗，你赢不了的。赵千雪，现在我们2个之间最着急收手的人应该是你吧？什么意思？这么迫切的想让我停手，那是因为你已经到了强弩之末。秦暖，改变方案，直击赵氏集团。秦暖，改变方案，直击赵氏集团。是。赵氏将自己的资金池全部移除，现在内部空虚，正是反击的好时候。卢先生，你这招围魏救赵果然高明。赵千雪，现在该慌乱的应该是你了。糟了，赵总，我们的防御顶围被击穿了，赶快撤回资金。赵千雪，这么大的一笔资金，你想从叶氏的盘中脱身，没有我的同意，觉得可能吗？赵总，我们顶不住了。这帮废物，枉你做他10几年的徒弟，连这个局你都破不了。这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是这个老东西，他从来没有教过我们，他肯定是私藏了。我掏心掏肺的教了你们10年，是你们自己不争气，最基本的都忘了。我现在所用的就是你们当初认为老套的理论。放屁！那套老掉牙的理论怎么可能这么大威力？市场千变万化，但底层的逻辑却永远不会变。不屑于研究，所以连最基本的博弈都看不透，当然会一败涂地。陆总，叶氏的危机解除了，我们赢了。陆源，要是赵氏没了，我就彻底完了。那帮投资方会杀了我的。你能不能网开一面，放我一条生路？给你一条生路？你绑架我女儿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给我一条生路？我只是太想赢你了，你知道的。这么多年，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啊，你在我心里最特殊的位置。我只是想证明我自己，我并没有想要伤害小婷。满嘴谎言！赵千雪，伤害我的家人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好，哼，很好，陆源，今日你无情，休怪明日我无义。只是没完，我要让你百倍偿还。
听见了吗？这事没完！站住！赵总，救救我，赵总！明川，教唆王成绑架小婷，你还想走？我什么时候教唆他？这都是赵千雪指使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王成，你居然敢背叛我，畜生！陆总，我也没办法，赵总把你逼得太紧了，没得想要我退路，对不起。可我没让你绑架我女儿，陆总，我错了，你就放过我吧。这下出事了，赵千雪就这么把我们给卖了，怎么办？我不想吃牢饭呢。师傅，这都是赵千雪逼我的，她拿我的性命做威胁。师傅，看在我们10年的师徒情分上，饶过我这次吧。对，师傅，你原谅我们这次吧。只要你能原谅我，我们一辈子给您当牛做马都可以。你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。师傅，这就是一群踩低普高的墙头草罢了，嘴里没一句实话。你可千万不能信了他们。以前我心软，你们声泪俱下的求我，我主动帮你们扛着。现在竟然污蔑我贪污，侮辱我的人格，还绑架我的家人，再也不会原谅你们。你们不是很喜欢耍聪明吗？剩下的日子就在监狱里好好的耍。老陆说的对，你们这种人只配在牢里坐一辈子。赵天雄，你不是痴呆了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让你失望了，当年你们趁我不备给我下药，几乎毁了我的人生。现在是时候算总账了。老赵，你这当年你称病高驾半年，原来是被这2个畜生给算计了。不错，顾明川、林燕他们2个利用职务之便贪腐舞弊，挪用公司资金，还软禁我，限制我人身自由，已经涉嫌刑事犯罪。现在我以飓风总裁的名义正式控告你们。赵总，我们一心为公司，没贪污过半分钱，这都是赵千雪指使的。哼，所有的证据确凿，你们还敢狡辩？老陆啊，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收集了他们所有的犯罪证据，你把他们交给我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是，老赵，你这身体……老陆，我这个身体呀，已经熬不了多久了。我这一次醒来也算是回光返照吧。在我走之前，我有2个愿望，一个就是亲手送这2个蠢虫进监狱，另外一个就是希望你能够参加飓风集团10周年庆典，我要当众揭露真相，还你一个清白。老陆，我们10几年的感情了，你就是要离开飓风，我也要让你清清白白的离开。好吧，老赵，3天后我会去参加庆典。赵总好，赵总好，赵总好。老陆，总算来了。各位，今天我有2个重要的事情宣布。第一个就是热烈欢迎和我并肩作战的飓风创始人陆源先生。10年前，如果不是他带着兄弟们白手起家，就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飓风集团。第二件，我今天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澄清陆总身上的谣言。经过查实，贪污根本就是子虚乌有。陆总，当初我们也是被骗了，被猪妖蒙了心，求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呀！我早就想说了，陆总的人品，业界公认，怎么可能贪污？陆总，当时那假新闻出来的时候，我可一个字都不信啊！陆总身上的所有负面新闻，都是由他的2个徒弟栽赃陷害，这2个畜生挪用公款，吃里扒外，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，他们一个都逃不掉。那2个狗东西胆子也太大！那天我看到林燕鬼鬼祟祟去档案室，你们还说我眼花。陆总，当年是我们误会了您，现在真相大白，我代表整个营销部向您赔罪。老陆，你在飓风拼了10年的命，到头来因为我的失察，让你背上了贪污的骂名，险些让你身败名裂。
今天我当着所有兄弟们的面，我代表飓风上下给你赔罪。周总，您言重了，怪就怪在培养了2个畜生，最该赔罪的应该是他们，应该让他们赔罪。老陆，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礼。他们这是？他们今天被我好好的收拾了。今天他们3个就在你面前，你好好的出你的这口恶气。你们3个，还不赶紧给你们的师傅磕头谢罪！师傅，我错了。你跟赵总是10几年兄弟，你跟他求饶过我们吧，我不想做了啊！师傅，我们跟了你10年了，你原谅我们吧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您的亲生儿女。我以后给您养老，照顾您一辈子，求您了。陆总，我绑架小婷完全是被赵谦雪逼的，他5辈子都是那个女人的主意。陆总，求您不要让人抓我们。现在都知道错了，你们捅刀子的时候没有想到过有今天吗？师傅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你能原谅我们，打我们骂我们都可以，我们以后都听你的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是你的3条狗。我不会再相信你们半句话。原谅你是法律的事，我能做的就是要亲手送你们去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陆总，求您原谅我们，你要是不原谅我们，我们就在这磕到死。看来陆总是不打算放过你们了，哼，那就对不起了。等等，师傅，你原谅我们了。老赵，既然他们犯了错，自有法律来制裁他们，犯不着脏了你的手。你说的对，那就送他们进监狱。陆总，师傅，陆总，师傅，你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救救我们吧！师傅，救救我们！师傅，快走！师傅，师傅！老陆啊，他们3个陷害你至此，现在你应该出气了吧？现在真相大白，老陆，我以董事长的名义邀请你重回飓风。这是副总的任命书。老陆，欢迎归来，欢迎陆总重归飓风。欢迎陆总，重归飓风，欢迎陆总，陆总回归。老赵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的路已经不在飓风了。老陆，你在飓风待了这么多年了，已经和飓风融为一体了，飓风离不开你，你也离不开飓风呢。是啊，陆总，这些日子你不在，我们心里啊都不踏实，还是要你回来主持大局啊。老赵，你的心意我很感激，但我去意已决。老陆，是不是副总的位置你还不够满意？要不我把公司的股份40%再给你。当年我入职飓风无关利益，现在我选择离开也无关利益。老陆，还记得10年前我们一起创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办公室都是租的，我们几个人就挤在30几个平的房子里，我怎么会忘记？老陆啊，是飓风对不起你啊，可是飓风是咱们俩半辈子的心血呀，现在被那3个畜生霍霍成这样，我心里不甘呐。现在只有你能救飓风了。我曾经已经救过飓风2次，如今我也老了，难道还要让我再来救飓风吗？老陆，还记得这个奖杯吗？这个是我们创业第1年获得的，那个时候我们多高兴啊！飓风就像我们2个人的孩子，你现在真的就见死不救了吗？是啊，难道陆总
你要眼睁睁的看着飓风被毁了吗？公司上下那么多人，你忍心看着大家一起完蛋吗？老赵，我的前半生把一切都奉献给了飓风，我的后半辈子，我想出去走走，想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。真的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？不是我说，陆远，我们赵总都这么求你了，难道你还不满意吗？说什么呢？对陆总不敬，张嘴！是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赵总，不好了！网上忽然出现大批飓风管理层内斗、开除功臣的消息，集团股票全面崩盘了。什么？老陆，现在的飓风这个样子，只有你能救飓风了。老陆，就当是我最后求你一次了，好不好？老赵，先别着急，先稳住合作商，就是一个传言而已。只要挡住第一波攻势，就有可能转危为安。快打电话！喂，赵总，公司股票正在被人大批买入，怎么被做空了？老陆，这到底是谁要对付我们飓风啊？你真的要帮我呀！真的，谢谢你，老赵，你别激动。老陆，现在这个事情已经闹得人尽皆知了，只有你回来，才能帮我们对抗住这一次的舆论呢。对飓风，我不会见死不救，但我去意已决。当年我不想离开飓风，是飓风使尽手段逼我离开。现在我回来，我只想和飓风做个彻底的告别，就不要这样再为难我了。老陆，我赵天雄恳请陆总重回飓风。恳请陆总重回飓风。老赵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老陆，我这辈子没求过人，这一次算我求你。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了。我为飓风工作了10年，兢兢业业，问心无愧。可飓风对你只有亏欠。你们想用这个手段来逼我，休想！老陆，飓风是我的心血，也是你的心血，你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覆灭吧？老赵，其他事情我都可以答应，但重回飓风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刚刚飓风所谓的被攻击，也是你们自导自演的吧？哼！陆源，老赵，我念在曾经的情分上，不想跟你撕破脸，请不要再逼我。是你在逼我！老袁，我好声好气跟你说，你不听，难道你要让所有的副董、股东好好看看你是什么货色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哼，我要干什么？难道这些年你在飓风就没有一点错吗？我可以还你清白，也可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我犯的错早已受到应有的惩罚，我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？陆源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做到问心无愧。你不会以为我真把顾明川他们几个送到牢里去了吧？他们的证词是真是假，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。怪不得你在3天前放了那3个白眼狼，原来是要对付我。哼，他们3个在公司里的确是蠢虫，但是用得好就是拿捏你的一把刀。亏我之前还把你当成真兄弟，没想到你会无耻到这种地步。哼，兄弟，在这个世上没有兄弟，只有利益。如果离开了飓风就是我的敌人，我不想和你翻脸。只要你回来，我们还可以一起奋斗。我离开是因为飓风早就烂透了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
你就是那个把飓风拖入泥潭的人。泥潭？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也是你打拼了半辈子的地方。什么阴谋诡计，这都是飓风往上爬的手段。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威胁我是吧？尽管来吧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先把我送进监狱，这飓风先被你带入深渊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真没想到，是没想到。这3天我已经规划好了一切，做了万全的准备。你所有犯罪证据都在这里。咱们一直严令禁止吃拿卡药，他连集团的红线都敢碰。看来之前陆源做的脏事都是赵总给他兜的底，现在飓风出了事，他倒翻脸不认人了。活该！你的赵总下跪，赵总跟他撕破脸也在情理之中。要是让别人看见你这个连吃带拿的样子，你金融界教父的地位恐怕就不保了吧？赵天雄，你竟然拿这种合成的照片来污蔑我！你好好想想，如果你愿意回来带着飓风翻盘，有权、有钱、有地位，公司人人都捧着你，我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儿都可以给你。但是如果你拒绝，也将重新回到万人唾弃的败家犬。你以为拿几张破照片就能让我低头？我陆源白手起家走到今天，从来不是靠谁的施舍，更不怕谁的威胁，是吗？那我手机里的视频呢？还有很多愿意作证的合作商，要不要我现在就打电话，一一的做见证？这是谁呀？之前怎么没见过？他好像是那天带着记者指控陆源私募诈骗的人呢。赵千雪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老陆，正式给你介绍一下，赵千雪，我的女儿，也是以后飓风集团的接班人。难怪你们两个脾气秉性一模一样，都是不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，真的是一丘之貉。陆源，你毁了我一手创办的赵氏，逼得我不得不和我爹联手。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你今天就别想从这个门出去。陆总架子可大了，说什么都想跟飓风合作的人排着队呢，要我们表示表示。当天我就送了2块金条过去，他徒弟还专门跟我道谢呢，说陆总很满意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有狡辩的意义吗？陆源，你在公司这么多年，公然收受贿赂，愧对我对你的信任。你不回飓风，是因为在这榨干了价值，捞不到好处了吧？这陆源啊，就是狼子野心。我看呀，他是想毁掉我们飓风集团。对，他就是个吸血鬼。查账，必须把他经手的项目全部查个底朝天。陆源，你现在只有2条路可以选择，要么跟我合作，要么坐牢。爸，陆源向来软硬不吃，咱们就别跟他白费功夫。今天我有个好消息，那就是多家龙头企业要和我们飓风合作，即使没有陆源，我们飓风集团依然可以走出困境。真的吗？实在是太好了！当然，在我们飓风出事1小时以内，我就接洽了10几个项目，并且还得到了顶级资本30亿的投资。30亿，这都赶上咱们飓风集团5年的利润了。太好了，天佑飓风！10个项，你怎么不想一想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跟飓风合作？那当然是因为我们飓风在国内根基深厚，也是因为我有手段，我有能力。你凭什么认为一个丑闻缠身的集团，加上一个刚破产的总裁，会得到世界顶级资本的青睐？是你太自信，还是那些财团瞎了眼？你以为这些顶级财阀跟你的目光一样短浅吗？他们只看到眼前这些微不足道的风波吗？他们看重的是我们飓风的潜力跟我们的能力。没错，陆源，你也是时候应该看清楚自己。我们飓风没有你，依然可以起死回生，但现在你对我来说，对飓风来说，毫无价值。关键，我和赵总的手里还有能摧毁你的证据。是吗？
我倒是很好奇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你这10个项目还能不能成功落地？口出狂言！你一个区区的陆源又能怎样？我和投资方谈笑风生。这陆源肯用这种语气跟我们赵总说话，也太嚣张了吧！就是，赵总要是再不给他来点颜色瞧瞧，以后在商界还怎么立稳？喂，陆先生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喂，陆先生，他马上上通报了，叫陆某。是谁？陆先生呢？陆源，你以为你找几个小喽啰就能把我吓住吗？太可笑了！小喽啰，跟他们扯资，看你还能笑得出来？那我们看谁能笑到最后。董源，你对我们飓风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，你赶紧伏法，说不定还能争取宽大处理，或者你磕个头，道个歉，我们还可以放一马。没有做过的事，绝对不会承认。让我给你们磕头道歉，我还不配。女儿，看来他是不想体体面面的离开，那我们帮他体面离开。你卑鄙无耻，阴险小人！老东西，风水轮流转，你还是落在小赵子手里。你们轻点儿，别把人给弄伤了。赵天雪，赵天雪，你不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们现在背后可是有顶级财阀撑腰的，处理你一个即将吃牢饭的贪污犯，我们有什么可后悔的？陆源，我的手里有你贪污的全部证据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就能成为阶下囚。但是我还有一条路给你选，那就是抛弃你那不入流的妻子，和我结婚，整个飓风都是我的陪嫁。痴心妄想，我不会回到飓风，更不会跟你在一起。陆源，我女儿看上你是你的福分，别不识好歹。你那黄脸婆有什么好的？论实力，论财力，论姿色，我都比她强。只要你愿意跟着我，我可以撤回所有的指控。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还看不见吗？赵千雪，你的爱太自私了，我承受不起。我真佩服你这刚正不阿的样子。不过你越不服输，我越想征服。我还真不一样，我现在看你是觉得恶心。那又怎么样？你现在已经走投无路，你再讨厌我，还是在我的手心里。如果我成不了你最爱的人，我成为你最恨的人，我也一样兴奋。你真是变态！我就是喜欢你这样又成熟又有能力的男人，做我的玩物，怎样？放开！呸！千雪，适可而止，大庭广众，至少给我矜持着。你少来管我！你以前不管，现在来管，你还得指望我？我是你爸，你除了给我钱，还给过我什么？你还不如陆源呢，至少他曾经教过我。难怪赵小姐如此痴迷于陆源，这怕不是有恋父情节吧？闭嘴！你真不怕他把你一块收拾？我不管你跟他要干什么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不能让陆源再这么胡闹下去。闭嘴！不需要你来教我。警察，放开！陆先生，我们收到举报，说您在飓风集团工作期间，涉及严重的贪污腐败，需要您跟我们走一趟。既然你不想私了，那就在牢里待着吧。什么时候想通了，我再接你回来。警察同志，所谓的贪污完全是子虚乌有，
是他们伪造证据，栽赃陷害我，请你们调查清楚。你说陷害就陷害，这一切可不是你说了算。陆先生，这上面的人是你吗？这个背影确实是我，但这照片是假的，是他们合成的。哼，空口白牙就想泼脏水，这可是造谣诽谤，小心罪加一等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是谁在造谣诽谤？调查后自有定论。警察同志，我会全力配合你们。但在这之前，我要求鉴别证据真伪。那当然，我们办案讲证据。老赵，这天下不是你能只手遮天的，你那些背后的肮脏手段，早晚会一件件抖出来。还有你，赵千雪，之前顾明川他们几个在飓风贪污的赃款，是不是早已落在你的手里？别瞎说，我那会儿还在国外呢，跟我没关系。我是不是瞎说？等警方调查你经手的海外账户，就真相大白了。警察同志，他们的海外账户我已经整理成册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到我家里去拿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！警察同志，陆源贪污受贿，板上钉钉，你们现在应该马上把他带走。我们这边有什么情况，你们尽管说，我们随时配合。陆先生，请吧。等等，师傅，启轩，叶启轩，刚好啊，你来接你师傅入狱前最后一步。谁入狱还不一定。这里是师傅目前的资金，还剩8000万，全部在这儿。你别伤害他，必须铤而走险。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师傅，大师兄，这一切都是赵千雪那个贱人逼我的，是他拿我性命威胁。这就是赵千雪和顾明川绑架小婷、敲诈勒索的铁证。不，还真都是假的。对，假的！别再骗了，这都是后期合成的。我这些数据都是原始，可以经过任何的技术鉴定。我现在就可以找人来验，你敢吗？叶启轩，你竟然用录音这种下作的手段！我不用这些手段的话，怎么才能拆穿你们虚伪又阴险的嘴脸？师傅，这是长盛集团和飓风集团的合作意向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这可是我们飓风的合同。我怎么有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几十亿的投资的结果将由我师傅来决定。这就是你们费尽心思想要得到的长盛集团的投资合同。陆源，你要干什么？陆源，陆源，你竟然敢撕合同啊！现在没有了。30亿啊！30亿啊！陆源，你没觉得你有点能耐，就这样无法无天的？真抱歉，长盛集团说了，我师傅的决定比你的合同更重要。你们有种！我这就给李总打电话。李总，你好，刚刚陆源一时冲动之下把合同撕了，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，咱们重新领一份，这不算数吧？李总，我可不是一时冲动。抱歉了，赵总，我们老板说了，一切由陆先生决定。既然这是陆先生的选择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李总，陆源就是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我们集团早就把他开除了。对，您再考虑考虑啊！不必了，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了。李总，李总。天曦集团江总、万隆国际王总恭贺飓风10周年庆典。没有一个长盛资本又能怎么样？天曦、万隆，哪个不是企业的龙头？我们飓风还跟他们有合作，怎么可能倒下？贵客亲临，真是令我们飓风蓬荜生辉呀！天喜万隆都是业界翘楚，今日得二位赏光，哎呀，真是令我赵某莫大的荣幸啊！赵总哪里话，
你们飓风集团才是卧虎藏龙，让我们望尘莫及啊！没错，老赵，我记得10年前你发家前的第一笔100亿融资也是陆先生签的字。我们找了陆先生好久，最近才发现他竟然隐姓埋名，在赵总手下做事。是啊，前阵子陆先生还率人对抗国外资本，敌人不才，略失了一点小利。这次我们特地来答谢陆先生，还请赵总赏个脸，帮我引荐一下。陆先生，难道你说的是陆源？是啊，怎么，陆先生不在这里吗？哈哈哈哈，他已经是被我们公司开除的贪污犯，他真的没什么大本事。对呀，陆源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啊！这几位都是他的徒弟，跟了他10几年，也一直在我们飓风做事，比陆源的能力啊强100倍。江总、王总，我叫顾明川。哎，胡说！陆先生多没有本事，那整个金融圈就没有一个有本事的人。当我们是傻子，这几个毛头小子也配和陆先生相提并论？我们今天来就是看在陆先生的面子上，没想到你们对陆先生竟然出言不逊，跟你们这种不识货的企业合作，简直就是辱没了我们集团的名声。我说过，如果我不同意，飓风的项目就不可能落地。再信了吧，陆先生，您就是陆先生。你到底使了什么手段？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，还需要我使用什么手段？江总、王总，今天让你们见笑，我早就离开了飓风，后不会再回来。还以为这次来可以帮恩人一把，没想到恩人掌管飓风，竟然是假消息。我王某人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回被人当猴耍。赵天雄，你们飓风的胆子也太大了！商场最重诚信，我看我们也没有再跟飓风集团合作的必要了。别呀！哎，这是误会啊！哎，他陆源虽然不在我们公司了，但是我们飓风的实力是实打实的呀。哎，如果2位愿意跟我们合作，一切都好商量。我看就没有那个必要了。哼！感谢陆先生，告辞。告辞。别撕啊！在商场上耍手段、玩心机，纵然可以得到一时的利益，但不可能保你一世无虞。赵天雄，你征战商场这么多年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胜者亡，败者寇，这是一时的疏忽，可是我不会输一辈子。赵总，东腾科技说要取消合作。盛世集团也是，他们说如果不是陆源负责的话，就不合作。还有新辉资本，他们说只认陆总。怎么可能？他们都疯了吗？陆源算什么东西？闭嘴！到现在还敢出口辱骂我师傅？没错，飓风即使没有陆源，也可以找到其他的投资者。我们飓风是不会倒下的。小赵总，刚刚得到消息，飓风的所有项目合作方全都发来解约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是真的，就连以前合作的老合作方都取消合作，说是没通过风险评估。完了，这次我们飓风是真的完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赵千雪，你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，你要是连这点挫折都受不住，你还怎么接受我给你准备的大礼呢？叶启轩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里面有你指使顾明川和林燕诬陷我师傅贪赃受贿的证据，还有你们赵氏父女蓄意架空飓风股票、侵占公司财产、为其谋利的所有证据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！你们不要相信他们，这绝对是栽赃。赵千雪，你在国外就涉嫌好几起恶意操纵股市的事情，如今回了国，还是死性不改啊！我这些年收集的所有证据，就是为了让你得到法律的严惩。叶启轩、陆源这几个徒弟当中，就你
还有他的几分风姿，我死性不改。我能操纵股票，那是因为我有能力。你做不到这个事，是因为你蠢。收集资料想让我坐牢，分明就是嫉妒我。你错了，真正的聪明人更懂得什么该碰，什么不该碰。赵千雪，想要做事，得先学会做人。你和启轩从能力、眼界和天赋都极其相似。我之所以选择他当我的徒弟，就是因为他比你踏实，比你更懂得堂堂正正做人。越是身居高位，越要谨言慎行，有些红线是绝对不能碰。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，看你走不远的。一味的循规蹈矩才走不远呢。陆远，既然我不是你的徒弟，你就没有资格教训我。师傅，没必要和这种人多费口舌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总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赵天雄、赵千雪、顾明川、林燕、王成，你们涉嫌恶意操控股市、贪污受贿及绑架案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是吧？现在这种问题。你怎么了？快叫救护车！去救护车！救护车呀！爸！他还没醒啊？医生说他是急性心梗，他这个年纪身上有些毛病也正常。不过我总觉得他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。我们走吧。哎。本台最新消息：飓风集团因涉嫌系统财务造假、操纵证券市场及高管团队犯罪等违法问题，经证监会立案调查后，今日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。目前，警方已对相关责任人采取强制措施。人呢？快联系队长，嫌犯跑了！坐着轮椅，又没有通讯设备，应该跑不远。我们分头找。好，你去那边。那儿。老赵，果然第一个找到我的人是你，还是心有灵犀。咱们不愧是10几年的老朋友啊！这天台风大，待久了伤身体，风景看够了，就回去吧。回去？你让我回哪儿去？我的公司没了，破产了，我一生的心血全都毁了，我还能回哪儿去？你在商海沉浮30年，拥有过别人未曾见过的波澜壮阔，你应该明白，死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直面问题，承认错误，争取宽大处理，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吧。宽大处理？陆远，你侮辱谁呢？我赵千雄，飓风集团的创始人，在商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你想让我后半辈子吃牢饭？你不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，难道从这里跳下去，摔个粉身碎骨，就算是有面子吗？周先生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千万不要冲动啊！别过来，都别过来啊！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跳下去。赵天雄，逃避是懦夫的行为。你要是真想有头有脸，就跟他们回去交代你的错误。错误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想多赚点钱有错吗？我想你重回飓风，跟我重振飓风有错吗？我想让飓风走得更高、更快、更远有错吗？我无非就是在成功的道路上玩了一点小心机、小手段，那又怎样？时至今日，竟然还是这样执迷不悟。这算什么执迷不悟？陆远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你面对金钱不为所动的。我只不过是直面了我自己的欲望罢了。玩弄资本的那些人，有几个是干干净净的？
商场之上本来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我只是运气不好撞上了你。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承认他妈的什么错误？老张，你先过来，有什么话我们慢慢说。我跟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让我过去，无非就是想看着我戴上镣铐被审判、被指责的狼狈样子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我没错，在这个世上没有人有资格审判我，没有！不要！不要！经审理查明，被告人赵千雪、顾明川、王成、林燕共同实施绑架勒索、职务侵占、操纵证券市场等犯罪行为，涉案金额特别巨大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。现判决如下：被告人赵千雪犯绑架罪、职务侵占罪、操纵证券市场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不公平！我不服！我要申诉！凭什么判老子20年？都是这个贱人逼我的！赵千雪，你回老子一辈子！我们真的是被逼的，这个量刑不合理，我们要找个无点证人！我不服！走，